来继续来看台北市议员徐卡心违规停车的风波是继续来炭烧。虽然事后这个徐卡心来澄清，讲伊并无叫这个原警袂当来开单，但是资深的媒体人周玉蔻是继续来压料，讲徐卡心有拜托议长陈金祥，卖互原警的密录器的影片来献光。这个事件嘛烧入立法院，因为迄个执勤的原警封记2支的新界。立委不满，讲警方是咧追杀着家己的弟兄。台北市长郭文提讲，会阁问警察局长看是啥物情形。讲这个选举到了，更加要坚守着依法行政的底线，才会当减少真侪麻烦。台北市议员徐卡心19违规停车，事后有网友指控议员无要互原警开单，引起讨论。徐卡心强调讲无实案。台北市市议分局表示讲，执行轻微原警伫个人的社群网站发表看法，网友传来传去，指出讲互人误解。延过资深的媒体人周玉蔻讲，徐卡心拜托议长陈金祥唔通互原警闭录器的画面公开，这个代志引起立委的不满，因为这个执行轻微原警被记2支新界。你们只会杀你们自己的弟兄给别人看嘛？立委认为，互人记新界原警蒋万龙，所以讲替伊讲话。你们这样哪对？你们惩处这样哪对？你本来就是记他一个申诫了，那只因为调查说你明明就认识那个爆料者，你跟我说不认识，结果你们再跟他补了一枪，你们没有肩膀嘛？台北市所查的就是说，他整个没有即时的陈述整个事实啦。这个代志，台北市长郭文提讲会去了解。徐小军违规停车，有没有罚钱？有，罚了大概900块吧。被人家照相说他有拿下口罩，好，违反这个传染病防治条例，再罚3000块。这个警察那个什么计申诫那个，这我再问局长看看是怎么一回事啊？有关敢要公布闭录器的画面，郭文铁讲，闭录器是搜证工具，除非大家对徐卡心违规停车以及当时徐卡心虽然无挂好势，违反着传染病防治条例有意见，才有权利要求调出来看。强调讲，台北市政府的原则就是依法行政，应该罚就罚。我是吴依璇，想要跟我一起看新闻吗？现在就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下订阅，还要开启小铃铛哦。